東區東勝里內親像這款30-40棟的舊公寓，無電梯、無消防管理的大樓就有8棟，加上里內閣是靠近虎尾寮長站，看佇里長黃英珠眼中，老建築加上個人化，才是伊上在意，所以特別佇無每項裝飾監視器、滅火器，甚至家己開錢買自體型警報器，不斷導致防救災行動。就是測試它，我們改進有沒有改進到？黃英珠擁有防災所的設施，嘛是頭一位取得防災師證照的台南市民。東勝里佇伊傳領之下，閣結合民間緊急救援隊的力量，已經累積18棟無數的防救災經驗。對你辦公室的牆面所打滿社區自主防災等記錄，攏是見證。另外，社區健康發展、守望相助等領域嘛，得到大大小小獎項。其中，被活動中心鐵道中間所耽誤得獎時停的這場一心韌性社區標獎認證，嘛總算摕到，有講不完的感慨。在這年齡化已經老化之後，這些舊公寓大樓沒有管理員，也沒有管委會，也沒有任何的消防設備。所以我在本身自己是一個專業的防救災人員之下，所以一直在推動我們東勝里社區的一些防救災的工作。尤其是在地震的方面，在這麼多年之後，終於在今年能夠拿到我們內政部的一心的韌性社區的標章。當然，迄種對他肯定，嘛是持續傳領社區志工投入，強化在地警備，減少災害衝擊。3年後往里車3車目標邁進。現在里內差不多有20幾位有拿到，我們慢慢的籌的在內政部所推的進階防災士的上面，我們在讓我們的志工里民一起來參與，來增加我們對防災士的認證跟一些防救災的一些知識。讓我們的防救災工作能夠繼續在我們里內能夠扎根。東勝里會當得到認證的肯定，除了里長的使命感，嘛要歸功志工甲里民長期的參與甲投入，更希望有更較儕社區參照實施，讓台南整體防災力向前邁進。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。